好啦，講下屬羊嘅咯喎。今年屬羊嘅話咧，咁啊吉星有太陽啦、歲合啦，同埋反安啊。駕臨啊，反安嘅駕臨即是係咩咧？即係騎馬嘅安啦，係咪？事業上咧就有男性嘅貴人出現喎。咁喺財運方面咧，同埋事業財運咧都有中將同埋發展嘅。喺感情方面咧，亦都會有結婚對象會出現喎，或者心儀嘅對象出現喎。咁喺空星方面咧，有天空啦，有晦氣啦、月煞啦，同埋黃幡嘅，亦都係代表咧有孤立之象，好可能亦都係被孤立嘅喎。咁啊，小心財來財去啦，即係可以咁講，啲錢揾翻嚟，跟住又慢慢冇咗啦，好快又使咗去啦，係咪啊？喺人際關係咧，亦都係較容易有衝突嘅。咁應該咧，今年咧喺應酬方面咧，亦都會比較多嘅。咁亦都要留意呢個腸胃啊嚇。咁啊個問題啦，消化系統問題啦，咁啊身體咧就要做多啲運動啦，亦都可以咁講話唔好參加一啲高危嘅活動啦咁樣。咁而屬羊嘅朋友咧就可以多啲同屬豬嘅朋友喺埋一齊喎，咁可以嚟講亦都可以可能帶嚟好運啦，又或者係你個貴人啦，係咪？咁而幸運顏色方面咧就有黃色啦，同埋橙色、綠色嘅，咁啊。可以帶多啲黃色啊，同埋橙色嘅嘢啦，咁樣。咁啊，合香珠方面咧，都可以帶啲屬黃色嘅同埋橙色嘅合香珠嘅，或者係綠色嘅合香珠都啱嘅。咁亦都可以咁講咧，對你帶嚟好運啦，同埋亦都可以有呢一個養生嘅作用嘅。